綱，綱字共10筆。第一筆豎，第二筆橫接勾，第三筆點，第四筆撇，第五筆橫，第六筆豎，第七筆豎彎，第八筆豎，第九筆豎，第十筆豎勾。左右列球。綱的字義，見綱。綱的詞性分類解釋，形容詞。堅硬的。齊文要術，卷10。子冉，義物志曰：子冉大實為，才精勁，非利剛節不能克。唐柳宗元征符詩，序。此利者，抓綱者決。強勁的。喻，剛強。論語，季氏，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。正直無私。喻，剛正不阿。副詞，表示時間，指情況或行動不久前才發生過，相當於才、方才。喻，天剛亮，媽媽就起床幹活了。恰好。喻，剛好。名詞。成。如清代有江林。